徛台湾看世界，来看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有咧讲要来台湾访问，结果中国伫一礼拜内警告美国3届，讲严重的效果由美国来负责，佮讲中国严阵以待。才拄访问过台湾的美国的国防部前部长艾斯培是来建议讲，佩洛西若想要去台湾，就去啊。另外，这个拜登总统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讲，这礼拜内就会通电话来改善双边的关系。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这礼拜会通电话。That's my expectation, but I'll let you know when that gets set up. Okay, I promise I'll let you know. I'll not be surprised. 白宫管会发言人进一步讲，若是拜是通话确认，得随通知记者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敢会访问台湾，和华府拢伫咧注意。I think China should not have any say over where American officials travel. I think if the speaker wants to go, she should go. 不过中国暗度佮无量，一礼拜来，中国外交部第3摆公开警告。我们正严阵以待，如果美方一意孤行，中方必将采取坚定有力措施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，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，应由美方负责。CNN 引述专家讲法，希望佩洛西访问台湾，可能和中国无欢喜做咱想要到的代志，不过无可能会拍起来，因为这不是第一摆有美国众议院议长访问台湾。1997年，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金瑞奇访问台北，和第一位民选总统李登辉见面。当时中国外交部就要公开批评，不过嘛讲限制外交应对言语。CNN 报道，虽然25年过了后，中国变甲真强有力，不过除非情形失控，美中之间无啥有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。若佩洛西敢会访问台湾，拜登的心内嘛有真侪疑问。Right now,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look weak, but to look strong and speak with one voice. 佩洛西敢会访问台湾，看到中国敏感的神经，佮即摆和美中斗阵的关系，爱更加谨慎细腻。而这也是美中首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